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底层互助。什么叫底层互助呢？昨天这个凤凰网刊登一篇文章，叫《底层的互助》，越来越多小餐馆对无收入者免单。这个凤凰网通过对北京天津、成都这个大概10几家这个为困顿者提供免费这个餐食这种小餐馆，了解他们做的事情和他们的遭遇，以及都是些什么人去小饭馆吃这种免费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他这个文章报道是有几个主人公一个是天津人李一凡，他把天津有几家愿意无偿请这个无收入者或者低收入者或者困顿者吃饭的这个天津的小饭馆，他给整理了个名单，然后发布在社交网络上，希望这附近生活困难的、困顿的，没有饭吃，可以去那儿吃一顿饱饭。这个李一凡自己本身是个美食博主，据他说他是有一次注意到小饭馆提供免费饭，就在一个秋天呢，这个小饭馆贴出了一个告示，是一家面馆，说如果您在天津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来本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爱心餐，吃完直接就走，不必客气。然后他后面还说了在以后您有了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谢谢。根据这个李一凡的回忆他说前几年他没见过餐厅主动不收钱的，但是疫情之后明显多了起来。实际上这个凤凰网的记者在调查发现对无收入者免单现象在全国蔓延，包括但不限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重庆、郑州、杭州、银川，甚至连菏泽、赤壁这些3线城市、4线城市都有出现往往是有一个城市有一家搞这种叫无收入者免单，很快有其他家也会加入，这中间有连锁餐饮，但是更多的都是个体店。凤凰网采访了一家北京的叫小香旺湘菜馆，这个宋庄分店的店长叫兰兰。这个店长半年前到大兴区培训的时候，在一家卖包子油条的早点铺看到了这样的海报，然后他就用手机拍下来，找到一家广告公司把它打印出来，第二天他也就贴在了自己店的门口。随后他们这个叫小香旺这个公司几家分店都贴出了这样的海报，有的店主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抖音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然后他也跟着加入。天津津南区叫聚心园烧烤摊，老板宋浩。2023年4月的一天，宋浩刷到一家烤鱼店老板的视频，后者站在贴出的免费吃饭的海报前，对网友说如果你很困难，可以来找我，说来一份江湖套餐，这叫江湖救急然后我可以帮助你。宋浩把海报截图保留，也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印，然后在原来的内容上还加了一句话，叫希望你以后坚定信念，努力生活。这个宋浩认为他自己就属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努力打拼奔生活，所以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也想帮一下跟他一样的人。但是这些生活困顿的人，收入非常低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毕竟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还非常有自尊心，他不好意思堂而皇之的来吃这个叫免费餐或者爱心餐。那么这些店主还得照顾到他们的自尊心为了保护促进困难者的自尊心，很多提供免费餐的小店设置了暗号，来寻求帮助的人不必讲述前因后果，只要报上暗号就能获得一份免费餐。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饭店正常在卖这个餐饮，大家都在那排队，或者大家在那吃，点正常的，你去来一份免费的，这个好像也不太合适。你也不可能站在那儿跟人说半天，说我困难，对吧？这干失业或者失业半年找不到工作，没得吃，这个都很麻烦。所以他们搞了一个叫暗号，就是说你要什么餐，也不能说是免费午餐。所以说各个店有各个店自己的办法。天津南开区文化街的叫猛士牛肉面面馆，它的这个暗号就是叫1号牛肉面。你说我要吃1号牛肉面，那就意味着这个是免费的，你吃完就走。然后在天津和平区饭小店叫肘子西施，这个店里的暗号叫告诉董事长来碗肉摊饭。那么它这个标准就是平常卖22元的一份的这个肘子饭，你也是吃完可以直接走人，免费。所以它这种暗号就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叫
江湖套餐，来一份江湖套餐。有的说是同为江湖沦落人，暗号对上了。在成都西北郊啊，一家不愿居民做大众小炒的餐馆，暗号是单人套餐。北京的小香旺宋庄分店，暗号是39元辣椒炒肉盖饭。确实是啊，就是人家虽然没钱吃饭，但是你也不能差异化对待，就是给人贴上个标签，说你就是来吃免费的，所以还得照顾到他这个脆弱的这个自尊心，还不能给他增加负担。这为了不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增加心理负担，很多店还进行对店员进行培训，就对服务员要关照，要说清楚。比如这个成都正反面面馆张平定下4个不要，叫4不要：不要盯着求助者看，不要指指点点，不要问人家为什么吃不上饭，说话声音不要太大，把他当普通客人正常服务好。唯一的区别就是要过去问一下用不用再加点什么。这个张平面馆从2022年8、9月开始提供免费套餐，标准是1碗小面1杯豆浆，每张桌子玻璃下压着一张0元爱心餐的宣传纸。真正遇到困难的人在门口来回走几圈都不好意思进店，叫我们给他煮面更是难以开口，很低声下气。这个成都的叫青三椒3碗面面馆经理徐小霞说这个有很多这个小饭馆的老板还有这个小面馆这老板他们向这个记者讲述自己被美国叫墙上咖啡故事打动和启发。他们都是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讲的是美国有一家咖啡小店，有钱人进店会点2杯咖啡，但只喝1杯，也就是你买2杯。咱们那个互联网的梗是有钱了，对吧？买2杯，喝1杯，倒1杯。这是咱们以前互联网的梗那现在人家美国人呢，说是买2杯，喝1杯，捐1杯。那服务员把对应的咖啡1杯标签贴到墙上，然后那喝不起咖啡的穷人进店就可以拿这个标签换取1杯咖啡。当然了，这个故事也有可能是杜撰的，但是很多这个小饭馆的老板他们选择了相信，被这个故事感动，立竿见影的效仿起来。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店里采取这种措施，也就是顾客你在张平他们店里正常消费，捐出1元或者是任意一个金额，可以领到一个爱心贴，然后把这爱心贴贴到墙上。这个需要救助的人或者困难的人进来之后，接到墙上这个爱心贴拿这个爱心贴去换1碗面，连暗号都省了。既然这些免费的小饭馆面向那些困顿者或者低收入的人，所以他们就覆盖了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对吧？当然了，有免费的，那就也有低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吃不上饭了，那你吃的就是免费的。如果你的收入低，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他们收入比较低，那么他们吃的就是便宜的，或者叫平价套餐，或者叫低价套餐就类似于前不久大同面馆对吧？他对这个矿区的工人是7块还是6块完了卖给游客是11块，就这个意思类似就是正常价格是11块，卖给矿区的工人11块。说在北京朝阳区叫玉石记羊肉店管庄分店，爱心套餐有2款，标价23元的精品全羊套餐和标价16元的河南烩面套餐，这个就是卖给客人的正常价格，但是他把它作为爱心餐，2款都只卖12块，也就是便宜，那也就相当于成本价吧，反正不赚钱。那这个爱心餐是卖给谁呢？卖给骑手，卖给环卫工人。这个老板说店里一天能卖出40-50份爱心餐，说骑手们多数下午1点半后来，一个骑手可能会吃8两甚至1斤面。当然了，他这个面是免费加。然后根据这些提供免费餐和爱心餐的这些小店老板说去年和今年来吃免费餐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以前那种来吃免费面的可能吃一顿就走了，过路客居多。去年和今年长期找不到工作，那有可能在这吃一段时间。这个很多这个小店老板说多家免费餐店主，这个就是免费餐这个店主告诉凤凰网记者说来吃免费餐人里面年轻人居多。什么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从疫情过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收入，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吃免费餐我想起了这大概7、8月份吧，那个西安不是发生了一个北京211大学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考公，对吧？连续考公没考上，饿死在出租房。当然了，那个后来又说是咸阳，后来呢连报道这个或者连刊登这个文章的这个自媒体都已经被消耗了，因为你报道的过于真实，不利于这个正面宣传，给社会抹了黑。有时受助者会主动说起自己的故事，说这个有个店主他回忆一个20多岁的姑娘吃完面后在网上留下
留言，他说他自己遇到困难，在朋友家借宿一晚，听朋友说这里有爱心餐，就过来吃，很感谢。另一个年轻人来吃了3天免费面，到第3天说自己要离开成都了，最近自己确实特别难过，身上没有钱，谢谢这几天的照顾。还有一个男士在附近派出所被关了1晚，刚放出来，那个早晨特别冷，店里给他煮了3两面。有人就说了，如果有人连续1个月都来吃，天天来吃怎么办呢？没关系，天天来，那就天天给他煮。这里面啊，我要说一下啊，我认识的一个人，我的室友，我大学毕业以后啊，去这个钢厂上班，住的是对吧单位的宿舍，那个宿舍啊，好像是4人间吧，3人间，一个宿舍住3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那宿舍好像就住了2个人，另外一个人一直不在，也没见过，一直是空着的，所以就变成2个人。我那个室友啊，他当时啊，跟我是一样的啊，因为我是刚毕业刚分去，他已经在那工作了大概3、4年了，他是在别的分厂，那一样的啊，因为收入非常低，非常对现状不满，对吧？所以那个时候都流行去，要么去昆山打工，要么去东莞、中山，就那一带。然后我这个室友啊，也是看到别人都跑出去打工去了，辞职，他呢也没有辞职啊，他先跑了，好像是跑到东莞去打工。结果大家知道啊，那个时候打工可跟现在不一样，不仅要面对什么查暂住证，而且那时候打工没有保障，你在那干10天1毛钱都拿不到，你告也告不赢，没人搭理你。总之啊，他非常不顺，在那混了1个月，身上1分钱都没了，实在是混不下去。他说如果在那再待下去，恐怕就要饿死。你那个时候打工真的是很惨。你现在年轻人没有工作，从来不担心自己饿死，或者即使担心自己饿死的也非常少。那个时候就是面临饿死，一点都不夸张。所以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决定回厂里面继续打工，继续上班，拿那个微薄的工资，好歹还能养活自己。他发现在外面打工没那么容易，然后他就逃票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之后啊，因为他好几天没吃饭，大概2天3天，那个眼睛饿得发绿，他自己说的。他饿极了之后，人的思维是乱的，脑子里除了吃的什么都没有，就是饿，就是想吃。然后正好列车员呢，不是卖茶鸡蛋，卖什么火腿肠吗？花生瓜子。路过他边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身上还有5毛钱，就是5毛钱的钢镚儿，可以买个鸡蛋。所以他就把那个列车员叫住了啊，他就身上翻遍身上所有的兜找那5毛钱，结果没找到，怎么找都找不到，不知道搞哪儿去了。后来他买一个茶鸡蛋的这个愿望落空，那就更加刺激了他这个食欲啊，他就更觉得饿。这本来他是可以买个茶鸡蛋的，他能缓解一下，结果对吧？这个欲望被刺激起来之后落空啊，会更饿。他自己说的啊。然后他就看见啊，有一个老太太带着一筐是梨吧，就放在那个火车那个小桌子上面，说他就一直盯着那个梨看，就像好多男的盯着美女看一样，他就盯着梨，眼睛就离不开，把那老太太看毛了。老太太吓得把那个梨拿下来放到这个凳子底下去了，让他看不见。说后来他又发现对面有个人在吃花生米，他就发现那个人吃花生米特别香，他就一直盯着人家花生米啊，就这么一路啊，据说他的路上还转车，因为他是逃票的，完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直达车，在路上还倒2次车，倒的都是火车啊，就这么啊到了这个我们厂，完了这他也是逃票出来，当时到的是夜里4点，那火车是路过停，夜里4点他就翻进他们厂，因为他的办公室里面桌子里面还有很多钢镚儿，就平常1毛几毛的就扔在抽屉里面，他身上没有钱，身无分文，然后翻墙进厂区，进了他办公室，他也没钥匙，把他自己抽屉敲开，把里面的钢镚儿找出来，找了几块钱，然后就坐到一个正好大概4点多5点，人家早点摊刚出摊，他就坐在人早点摊那儿等着，把老板都等毛了。老板从来没看见有人这么早跑来吃早点，他就坐在那儿等着，等着人家早点做好了就开始吃，然后吃完回这个宿舍。也有可能是他受了刺激啊，就是从那以后啊，每天下班我都看见他手上拿一包花生米，边走边吃，我就特别不理解，我就问他这花生米那么好吃吗？他说你不知道，他受了刺激，他就觉得花生米好吃，每天还拿来让我尝尝。他每天下班我看他都拿着一袋花生米边走边吃，你知道吗？就是在饥饿的情况下，人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应，留下后遗症呢。他亲口跟我说的啊，当时就特别想抢那个老太太那个，他就在做思想斗争，是抢还是不抢？就人已经饿到这份上，等他吃上早点的时候，他说他至少是4天没吃饭，喝就喝自来水。关键是等他回到宿舍之后啊，几天之后，他终于在他的衣服里面找到了5毛钱，那个5毛钱顺着他的口袋啊，恐怕有缝，掉到他的衣服下面这个边角，那因为那是天冷嘛，穿的棉袄，就是说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理解，对吧？这些挨饿的人他是什么个心态？还
还好啊，他办公室有几块钱，如果没有的话，他很有可能就去偷啊，因为他饿啊。厂里的那些废铁零件，对吧？他背一个出去，卖到废品收购站换几块钱，也管他吃一顿啊。这个是插曲啊，就说明这些饿的人呢，这连肚子都填不饱，你还指望他守什么道德底线？我问过我舍友啊，他如果是不在火车上，在路上，他肯定会抢那个梨吃，因为在火车上抢了跑不了，完了之后恐怕还挨打，那么多人。这个凤凰网啊，他采访这些店主说啊，说来吃免费面的另一个群体是打暑期工失败的在校大学生。这2年出来找暑期工的年轻人很多，但是本来正常找工作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你暑期工。暑期工学生会找很便宜的住处，比如每个床位一天20-30元，6人间。曾有个小姑娘拿着家里给的1000多元出来打暑期工，钱花完了都没找到，又不想灰溜溜的回去，就来吃免费面。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这不就跟我的室友不是一样吗？当然了，来吃免费餐的还有少数落魄的中年人以及极少数老年人。这些人有的是已经失业啊，有的人因为公司倒闭，对吧？工资都欠着的，走投无路啊。当然了，既然你是免费，你有这个爱心餐，那就少不了有人来薅羊毛，对吧？有人来骗吃骗喝，这个自然免不了。提供免费餐的小店老板确实会遇到骗子和羊毛党，某种程度上这是免费不可避免会带来的。这个正反面的店长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性顾客要求吃免费面，店里免费面售价是12元的小面套餐，也就是说你要吃免费面，那这个12元的免费套餐，小面套餐就免费给你，不收钱。但是顾客偏要吃售价26元的提面，你看看这叫得寸进尺。最后啊，店长只好给他煮了一碗猪蹄面。有的店啊，因为承诺免费续饭和素菜，于是有人薅羊毛，点一盒肘子饭，再要5份免费米饭和蔬菜，一起以大包带走，就是免费的来5份，完了他点一个肘子饭。后来这些店家啊也学精了，要求免费饭、爱心饭必须在店里吃，但是这个依然挡不住薅羊毛人的这个手段，对吧？他们改成吃饱之后再加点饭，再加点菜，当做剩菜打包带走，这样占便宜的啊，薅羊毛的、白嫖的当然有啊，防不胜防。这个凤凰网后面还有很多啊，讲了很多这个免费的故事，实际上就想告诉大家，穷人帮穷人，底层支持底层，抱团取暖，互相温暖。因为啊，这些为无收入者提供免费餐的店主们，多数经济并不宽裕，大家也能理解啊，开小店的他能挣什么钱呢？对吧？但是这个对他们来说啊，也是一个举手之劳。毕竟啊，提供一份免费餐的成本并不太高，但是有更多的人连举手之劳啊不愿意。也就是说，穷人帮穷人，底层支持底层。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穷杀穷，恶杀恶，穷鬼杀恶鬼，底层互害。更重要的是，这些提供免费餐的、爱心餐的这店主啊，更多的困扰是来自于很多人啊，这口诛笔伐。因为这些人他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啊提供这个免费餐、爱心餐，那自然就会有人关注，有人关注，他的粉丝就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有的账号有10几万人关注啊，所以说大家就会说啊，有很多当然是同行，对吧？也有很多友就认为这些人是在立人设、假善良，对吧？餐饮行业这么卷这么难，你们还这么卷，对吧？弄虚作假，就是为了流量。你们这些所谓的爱心店主提供爱心餐、免费餐，你们不过是演员。对这种评价怎么看呢？现实中啊，确实有演员，也就是很多人搞这种自助餐、爱心餐、免费餐，实际上他就是为了流量，是为了宣传。这种节目、这种视频很多啊，对吧？有很多人专门在大路边上、马路边上支个锅，在那儿煮这个煮那个，有的发馒头，有的煮面，对吧？大家排队都是免费，然后他边卖边发边直播。这个视频大家刷到很多吧？非常多。有的人在这儿弄得不行，还跑到国外，对吧？那穷地方，你不能不说他是为了流量，确实也是为了流量。他主要目的就是流量，对吧？帮助是个手段，就是通过帮助穷人，帮助什么给人家发免费吃的来获取流量。我想啊，只要他是免费的，提供给别人吃，而且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也没有伤害到别人自尊心，对吧？也没有利用别人，只要他是免费给人家，人家去按照他说的就那么简单，往那一排就能领到一份吃的。我觉得啊，这就是好事，对吧？就应该鼓励。至于他获得了流量，那是他的事情，对吧？那可以是副作用或者叫副产品。包括这些店主啊，对吧？他推出爱心餐、免费餐，只要他是真的，对吧？你去了，你穷困潦倒在那儿就能吃到一碗饭，只要他跟他宣传的一致，没毛病，对吧？至于他吸了很多粉丝，那也很正常啊，你也可以这么做啊，对吧？这就是叫行善嘛，行善应该得到一些回报啊，就是行善，你不能通过行善直接得到回报，但是你会间接得到很多回报，对吧？这也是对行善的人的一个鼓励啊。所以我认为啊，
不要看他有流量，对吧？有多少粉丝，即便他目的就是冲着粉丝去的，只要他跟他宣传的相符，网上有很多是假的，对吧？这个大家都看见过，给那个很多贫困的地方发钱拍视频，发完之后把钱再收回来，送礼物，送完之后，视频一拍完把礼物也拿走，各种搞法，这种属于欺诈，对吧？如果你真的给人送钱，给人送礼物，这个没毛病，你拍视频，甚至让人家配合一下也可以，因为你真给人家东西啊，对吧？像这种事情啊，不能为动机论的，就是不能从动机出发，他主观上恐怕是为了挣钱，但是客观上，咱们从客观看实际效果，对那些身陷囹圄的人，对那些困难的人，是不是有直接帮助，对吧？如果有直接帮助，跟他宣传的一样，这就是好事。我们要看这个结果，看客观的效果，而不是看他主观动机，对吧？你要从动机来看，那恐怕没好人，哪有那么多圣人？今天为什么介绍这篇文章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这个社会戾气啊是明显的啊，感觉是日益加剧，每天都有恶性事件发生，对吧？今天是湖南常德一个学校门口，对吧？这个珠海体育场，无锡那个职校，这还没过去呢，常德学校门口又出事。昨天成都街头拔刀相向，对吧？好像广西也有。你说说，社会戾气这么重，如果这个时候啊，底层啊之间互相有点温暖，对吧？互相能给点关爱，力所能及的，这当然要值得提倡。实际上啊，对吧？如果你做不到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每个人要做到啊，这一定要记住了，我们不要去做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吧？也就是说，要幸福者必让，就你不要跟人一般见识，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手上有点小权力，对吧？就可以蔑视人。你不知道他遭受什么打击，或者他正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如果你在火上浇油，你就成了那个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吧？昨天那个成都那个外卖骑手吧，对吧？跟一个小轿车也发生这个纠纷，就出了个惨案，对吧？小轿车上有3个人，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对吧？少说一句就完了，谁也不是诚心要撞你，结果你看看招来杀身之祸。也就是我们不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吧？如果你能力所能及的帮人家，那是最好，但是帮不了也不能勉强。那最次，你不要拱火浇油，你不要成为这个给他最后一脚的人，就是这个人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对吧？你不能拉他就算了，你还过去踹他一下，这很有可能把你带下去。当然我们的话说回了啊，底层互助是有助于缓解，对吧？让人感觉到温暖，但是归根结底啊，你要根治这个事情，还是要从社会治理，还是要从社会保障，对吧？从法治，从心理建设，对吧？这些综合治理要疏而不是堵，底层之间互相温暖，那只能缓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现在餐饮的这些小老板都扛不住，对吧？餐馆都在倒闭，开个半年1年的就黄了，他哪有那么大力量去互相温暖别人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